棒。喂喂喂喂，喂，123123。Hello。
对。泽清跟香香，他们是下半场的还是上半场的？上半场的。那个金明，香香跟泽清是9号跟10号，那他们是上半场，那是他们讲完之后就把他们的音拉掉，把他们的声音拉掉，9号跟10号。那香香跟泽清在讲的时候，他们试一下看音量如何，看要不要调整。好，那那个泽清先嘛，先讲个1、2句就好了，试一下音量。祝安妮讲，地令的明镜。好，很好。好，那香香不要这样子拍，不要拍麦克风，嘿，换香香讲。较大声的，较大声的。背影啊，丢太阳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这是香香的音量。好，那还有谁？还有佳佳吗？佳佳是几号？4号。好。到第6个月，天使加倍的出现在圣女玛利亚的面前。好，那上面全旗的麦克风是几号？讲个1、2句这样子，试一下音量而已。耶稣出世伫伯利恒了后，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讲。好，可以再大声一点，这样。再大声一点。对，可以再大声一点。耶稣出世伫伯利恒了后，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讲，迄位出世做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这样的音量可以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谁要试吗？拿手麦的。赵明也有，好，赵明。那用同一支就好。仰望主，主神伫伊的面，着记伫伊所成一切奇事甲神业，着伫列国中宣扬伊的大荣光，伫伊伫列邦中所行的奇事，因为伊捌互那这样应该可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念一下。过了一时阵，百姓伫城内亮讲：主若是甲咱三角之地，安尼，
遐个咱的祖先甲咱讲的奇妙故事，到底伫倒落啊？咱看袂到生掠的潮头，先知无伫咱中间，无人知影咱着听候偌久。哦，主啊，我的心伫咩时靠无你？我的灵伫清早仰望你，我要听候你，因为你是阮心所靠无的主。就这样吧。我就往后走。但是你们，可是我们开始是第一个，我们在这边你会 Q 我们吗？会。
兄弟姊妹平安，圣诞恭喜！今日是咱庆祝圣诞的大日子，也大家拢真欢喜，也看起大家拢足有笑容吼。因为主耶稣的降生，带互咱平安喜乐。来，咱来团练今日要守圣餐，所以咱来团练219首。逐摆守圣餐的时阵吼，拢会安尼行吼。来，219首，咱先唱一遍。第一站就好吼。84首美调，天使所报，请恁注意。这首委员是咱较少唱的，咱来加唱2遍吼。第一站，天使所报，请恁注意，待命的写求主出世。阮做上帝，都是圣者，咱着敬畏叫做尊名。第一站，搁一摆。天使所报，请恁注意，待命的写求主出世。阮做上帝，都是圣者。咱着敬畏着做尊名。第4站，来，咱大家着天使，保佑着做大人敬拜，常常互人听主的声，望人个咱过来看一首119首，2个哦。来考94首。真实的诗歌，咱来吟第1站、第4站，来请。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，全地也真温暖。大家为主，你万所在，有着万美尊重，有着万美尊重，有着万美尊。第4站。叫做冠冕，家是万瑞，连道连稳连义，公义和平充满大位，仁爱结基照比，仁爱结基照比，不爱仁爱结基照比。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吼。咱今日周报内底有夹一个另外一份迄个歌词，所以确定咱生活队有真侪在俄罗斯歌是几本的，遐个歌词是要互咱看，安尼咱才通听知圣歌队所吟的内容是啥物，请咱注意看内页吼。来，请咱闭慢心来礼拜。
哈利路亚，主降生，俄罗的声音透天庭。咱三角来吟圣诗84首美调，圣诗84首美调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地塞所报请临地，代笔来叫出世。本罪上帝都是圣教，咱着敬畏叫做尊名。地塞所报请临地，代笔来写求出世。转来伊啊，宝宝最好。别互咱将人挖苦，天塞所报请临地，代笔来写求出世。天庭万军当心我路，天命人得着好福。我用跳出传人敬拜，常常予人听主的声，望人地伊来行。阿门。请咱犹原徛伫三角名。来读信仰个别使徒圣经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角来交托启文，启文第40篇，圣诗后面60页的所在。启文第40篇，请咱三角来启用。主讲：我是阿里法，阁是欧米伽。洗清伊的衫的人有福气，要予伊有权到活命的手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为着这个教会。我是代笔的拳头，阁是伊的护卫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。最大的人就来，干净者的师爷讲，对，我紧紧到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因为对2000多年以前所发生伫小小城市伯利恒，你为着听人类所想事主要所降生的故事，
到现今还阁继续伫发生，还阁继续伫进行。千千万万的人因为救主耶稣的降生，因的生命得到改变，人生得到翻转。本来掠做人生是暗淡是乌白，却变成精彩光明的；本是负面无愿望的，却成做积极无限的情景。天父，这是你何等奇妙的作为！主耶稣讲，伊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是啦，世间的众百姓，因为主耶稣，因找到人生的道路；因为主耶稣，因明白世上的真理；因为主耶稣，因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哦，主啊，这敢毋是你赏赐人类最大的礼物吗？先知在早就有参与。以赛亚书第9章第60讲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伊的名称作奇妙的牧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伫地爸、和平的君王。这会正正地证明，主上帝你是早伫地、现在伫地、将来也永远伫地迄位创造的主，掌管宇宙万物的主。你是疼痛的主。今日阮要活地时，阮的确要对全世界普天下去宣扬主耶稣为爱降生的故事，世世代代传讲这个奇妙的故事。那恳求天父感纳今日阮所做一切懊恼、感谢甲庆祝。愿当心伫你的面前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，俄罗，请献歌队。过了一时阵，百姓伫心内念讲：主若是甲咱三甲伫地，安尼，遐个咱的祖先甲咱讲的奇妙故事，到底伫倒落啊？咱看袂到生掠的条头，先知无伫咱中间，无人知影，咱着听候偌久。哦，主啊，阮的心伫眠时较无你，阮的灵伫清早仰望你，阮要听候你。因为你是阮心所较无的主。
主啊，你讲，伫恁的面前，我要对恁行奇妙的事，是通世界任何国家中毋捌发生的事。伯利恒啊，犹太人在遮个头年中间，你毋是第一世的，因为要有一位人员对你厝，伊要照顾我的伯以色列。到伫第6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出现伫在世女玛利亚的面前，对伊讲：毋得惊，因为你是得到上帝大恩的人，你要生一个囝。主上帝要甲伊的祖先大卫的王位，互伊，也伊的国度要直到永远。
玛利亚就欢欢喜喜将阳光归予上帝，因为先知以赛亚已经捌安尼忏语，讲有在世女要怀孕生囝，所以锡安的女子啊，恁着欢喜快乐，恁的王要来啊，就是迄位要拯救世界的至圣救主。当玛利亚就甲已经定着约瑟去到伯利恒，中因伫遐个时，伊生一个头上囝，伊用布包伊，将伊放伫马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互因住。因伫遐附近有各样的店伫山里，每时掌紧顾因的羊群，主的天使出现伫因身边。主的阳光照因，天使甲因讲：莫得惊，因为我要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伫迄日，救主已经为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马槽里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。
请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以赛亚书54章第4节到第8节。我大先用台语来读。以赛亚书54章第4节：无得惊吓，因为你的确无得到见笑；也无惊为小人，因为你无得到受凌辱。你的确袂记你少年的时的见笑，无搁纪念你酒馆的时的凌辱。因为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的耶和华是伊的名。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爷，伊的确称作全地的上帝。耶和华召你，亲像召受气煞心内忧伤的某，就是少年的时所带受气煞的某。这是你的上帝所讲的。我放离你不过点仔久，总是要用大慈悲收你倒转。我发出受气，暂时对你安眠，总是要用永远的慈爱怜悯你。这是耶和华救赎你的主讲的。煞者，我用华语读一遍：以赛亚书54章第4节到第8节。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致蒙羞；也不要抱愧，因为你必不致受辱。你必忘记年轻时的羞愧，不再记得守寡的羞耻耻辱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；救使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的上帝。耶和华召你，如同召回心中忧伤、遭遗弃的妇人，就是年轻时所娶被遗弃的妻子。这是你上帝所说的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大施怜悯，将你寻回。我因仗义的怒气，一时向你转脸，但我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以上愿上帝通过伊的话赐福伫咱。讲道要请姊妹牧师永远的主爱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可以把今天分别出来欢庆主你圣子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。主愿主耶稣的慈爱深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过程当中，可以深刻的经历主你的爱，经历主你的安慰、扶持与保守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在这一段以赛亚书54章4到8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提到了有守寡，也提到了丈夫，还有遭遗弃的妇人，还有被遗弃的妻子。先知以赛亚用一位被丈夫遗弃的妻子来形容上帝跟他子民的关系。为什么一位妻子会被丈夫厌弃？为何上帝的子民会被上帝抛弃？为何这群上帝的子民犹大会经历国破家亡，被掳到巴比伦，成为二等公民呢？在以赛亚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了记载，因为他们有耳，却听不进上帝的呼唤；他们有眼，却转脸不看上帝的作为；他们有心，但是却心猿意马，无法感受到上帝的慈爱跟怜悯；他们有口，却无法诉说上帝的恩典。这群对上帝不忠、与上帝形同陌路的这一群百姓，会被她的丈夫抛弃，也是刚刚好而已。在那个时代，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，一位无法在婚姻中尽本分、被丈夫休掉的妻子，不
不像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双薪家庭，或者女性有自己独立、经济独立自主。在当时代，一位妻子一旦被丈夫休掉，他们的生活马上就会陷入困境，完全没有依靠。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惧怕、恐惧与羞辱。即使事后他们反悔，他们对自己过去的那一些行为感到后悔，也来不及了，没有办法让时光再倒流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被掳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啊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想这句话不但是在过去，还是现在，都是很多人曾经发出的感叹。我们是否有用心感受上帝的爱？我们是否有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？我们是把上帝放在首位，还是像那一群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一样，把上帝放在一个次等，觉得上帝是可以随时被取代的存在？我们是哪一种呢？我们每一个人出生，即使不是含着金汤匙、银汤匙出生的，我们的父母也总是会想尽办法提供我们所需的资源，一直到我们成长独立之后，我们也不断努力壮大自己，要让自己能够被看见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想跟那些被休掉的妇人一样，被这个社会淘汰，被社会遗弃，被遗忘。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说，凡血肉之躯尽皆如草，它一切的荣华像野地的花，草会枯干，花会凋谢。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壮大自己而活，如果我们一生所努力的只是为了自己，我们如果只是以自己为中心，那么即使我们功成名就，终究还是虚空的虚空。然后当我们万一碰壁、失败，甚至跌落谷底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开始埋怨：既然我这条路走不通，既然我会碰壁，既然我会失败，那么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这一遭呢？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经历这一切呢？你不是慈爱的上帝吗？你不是扶持帮助我们的上帝吗？为何要让我白忙一场？曾有人说，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注定失败，因为我们都不晓得以后的日子嘛，我们就以到现在来讲，如果一个人一生注定失败，那还不如不要出生。就像现在我们有优生学，有的时候会羊膜穿刺啊，或者是什么超音波。如果发现这个孩子不太对劲，会选择让他出生的几率有多高？如果一个人的一生注定是失败的，以人的眼光来看，注定是失败的，那还不如不要出生呢。今天是欢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，道成肉身的耶稣跟所有的人一样，打从出生就是向着死亡走去，唯一的差别是他知道他的一生会如何啊。我们没有人知道出生之后会怎么样。我看到伯彦，他的小孩可晴这么可爱，谁知道他之后的日子会如何？但是耶稣知道，他还没出生，他就知道他的一生将会如何。他知道他会出生在最卑微的马槽，他也知道他会在最没有资源的家庭成长，而且他还在最动荡不安的政局当中要来完成他的使命。耶稣知道他会有一段时间被人群簇拥，会有短暂很风光的那个时候，但是最终他会被他最亲近的人出卖，遭人厌弃，被鞭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试问，如果早知道我们一生会这样子的经历，到最后这么凄惨而死，谁会想要出生？谁会想要生在这个世上？
我想大家都是，如果是这样的走一遭，那我不要了，那个十字架太可怕了。但是耶稣愿意，耶稣愿意。他不是在拿那个接那个苦杯的时候才愿意，他在出生的时候，在出生之前他就愿意了。他带着上帝对世人的爱与怜悯降生，他带着上帝无条件的接纳与宽容降生。耶稣他愿意用他一生的经历来陪伴我们，即使我们是被社会边缘化，我们也不会感到恐惧与愤怒，因为以马内利的主他与我们同在。耶稣愿意用他一生的苦难来安慰我们，即使我们被众人遗忘，也不会感到孤单与羞愧，还是一样，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耶稣的降生能触摸到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望与需要。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出生之后我们的一生经历什么，不论我们的身份背景如何，不论你经历了是多么的风光，或者是在低谷，上帝之所以让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有一个最大的礼物已经预备好给我们了，就是为了要与耶稣相遇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要为了与耶稣相遇，为了与那一份无条件的爱相遇。在我们孤单彷徨的时候，我们能在我们的团契当中遇见耶稣；在被病痛折磨到不成人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各样的问候、探访过程当中遇见耶稣；在我们遇到挫折、感到愤怒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在默祷中遇见耶稣；即使在嘈杂、纷纷闹闹的环境当中，依然能在心中的某一个角落遇见耶稣。前些日子，牧师的第二个小孩子群，他放假去南投玩了4天。他这一次不是开车，他是搭火车去南投的。他玩完从南投搭火车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他因为在南投就把他的手机啊、钥匙，手机没有电了，然后钥匙就掉了，遗失了。那因为牧师馆我们楼下没有电铃，所以他如果没有手机，又没有手机没电，然后没有钥匙，他就没有办法开门进来，然后也没办法联络我们，没有人去帮他开门。于是他就想着，他到了台北车站，他到台北车站的有那个充电站，有各个什么手机啊、线那个充电站，他就想说好，赶快去那边替手机充个电。至少充个1分钟，让他有电，可以打个电话回家，让我们提前帮他开门，这样就好了。但是他在充电站那边呢，他就问问 A、问 B、问 C 没有人要借他，连1分钟都没有人要借他那个线跟那个来充电这样子。那当时呢，他就在那个充电站看到一位看起来有一点落魄的妇人，他就主动开口向他借那个充电线，殊不知这位妇人也正在为着他的充电线苦恼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他的手机是旧型的，他的充电线就是比较旧型的那个接头，好，他也没有充电线可以充电。那好，其他的细节牧师就略过。总之呢，子群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得知了这个妇人的遭遇。然后别人呢，其他本来不想借他充电的那些人，看着子群跟那个妇人在那边木来木去那吼，就有人愿意借他充个电，他就可以打电话回家。子群就拖着又累又饿的身体，那个时候已经7、8点了吧，晚上可能8点多了，他就拖着行李箱从台北车站一路走回家，走回来。他的第一件事，进门的第一件事就开始找那个旧型的充电线，他就问妈妈：“我们那个旧型的充电线在哪里？”我还傻不一起直接冲啥呢？好像一回来不是吃饭，怎么是那个要这个充电线？后来他就拿了那个旧型的充电线，马上再返回台北车站，把那个充电线给那个妇人，
并且给他500块，让他可以坐车回家。后来他又回来了，回到家里以后呢，他就仔细的从头到尾述说了一遍这个整个经历。当他在讲的时候，牧师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：你可能被人骗啊哦，这可能是个骗局哦。然后我心里在那边想，好人骗啊，好了，没关系啦哈。但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冲动，很想打断他啊，你被骗了啦这样子。但是我又按耐一下，忍一下这样子，好，听他继续讲完。听他继续讲完，那在听他继续讲完的这个过程呢，我心里突然有一个莫名的感动。在那个当下，我被圣灵提醒，同时也被耶稣安慰。就算被骗又如何？圣灵提醒我说，至少站在你眼前的这个孩子，他没有因为被社会化而失落了那一份依然能被触动又不求回报的爱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很感谢上帝，站在我眼前的这一位青年，我的孩子，没有因为被社会化而失落那一份依然能被触动又不求回报的爱。是怎样的一份爱触摸到子群，去激励他做这一些？是耶稣的爱。是怎样的一份爱，能让一位原本觉得有点傻眼却又感到惭愧的一位母亲能够得到安慰，又不会因为自己的反应而感到羞愧？是耶稣的爱。因为我知道耶稣他接纳我，他接纳我的失败，接纳我的错误，接纳我任何错误的判断跟想法。我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的降生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任何时刻与他相遇，更是为了让我们能随时体会、经历到这一份怜悯、宽容跟无条件被接纳的爱。现在我们要继续借着圣歌队的献诗，让我们一起跟着牧羊人的脚步，一起去发现、去经历这一份奇妙的爱。讲游的三甲讲，呾咱着来去伯利恒，看所情的事。因就赶紧去，找着玛利亚甲约瑟，搁看见婴仔倒伫个马槽内。因看到伊了后，讲游的就倒转，为着因所看到甲所听见的，规因光学落上帝。听见的人拢对讲游的，甲因所讲的，感觉真奇妙，搁戆影。
稣出世伫伯利恒了后，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讲：迄位出世做犹大王的伫倒位？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，就来要拜伊。忽然星做头前带因到伫婴仔的所在，就停伫伊顶面。伊看见迄粒星，就欢喜到袂高伫。因就拍锣拜婴仔，伊拍开伊的宝盒，献礼物予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甲木药。这一切拢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。我创造星辰伫天，搁互恁灿烂满天。我要互你诚做伊帮人的真光，列国要来就近你一真光，列王要看见你的灿烂光明。仰望主，主神伫伊的面，
着激励伊所成一切的奇事甲神业，着伫列国中宣扬伊大的荣光，甲伊伫列邦所行的奇事。因为伊捌互青面的看见，也互臭耳的搁听见，搁互摆骹的跳舞，互下狗的欢喜讲话。伊透望人对黑暗得到光明，伊安慰哀哭的人，互因对悲伤脱出，得到快乐。因为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满足咱的欠缺。来啊，咱着拍落敬拜，咱着跪落伫创造主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
天的万般拢有伊的奇，万项事拢有伊的时。主爸讲，除非你有看见神爷的兆头甲奥妙的事，恁是袂相信。从安尼，我已经有济奥妙的事，互我的百姓讲了。这就是奇妙的祭旗，就感谢主对万国传扬伊所行的事。伊的兆头是遐尔伟大，伊所行的技术充满大困难。请咱来吟回应诗圣诗第49首，普天同庆祝临世界。圣诗94首，
请人起立来吟圣诗94首。天当天主临世界，全地也只关落，大家为主美办所在，有着万民尊重，有着万民尊重，有着万民尊重。我天当天求主掌权，全人拢着什么？产业艰苦，所在也很远。欢喜的声无煞，欢喜的声无煞，欢喜的声无煞。只有必须。谢谢。这是要来进行圣礼典，要来进行信用告别。现在我们要进行信仰，要做信仰告白的朱家伟弟兄跟杨若琳姐妹，先来站在台前。因为他们要在长老教会来设立会籍，好，因为他们之前是在朱家伟弟兄呢，他是72年次，在嘉义民雄灵粮堂接受洗礼。那杨若琳姐妹呢，她是73年次，她在双连教会小儿洗，但是后来成长之后是在台北纯福音教会坚信。那按着长老教会的规定，必须要再一次进行信仰告白，才能成为我们的会员。那现在牧师要问你们3个问题，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诚实回答。第一，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，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？在上帝面前，你们有诚实悔改你们之前曾因为信心不够坚定所犯的罪，也相信耶稣基督必会完全赦免你们吗？你们愿意继续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心尽力服侍他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吗？好，那这个时候牧师来宣告：朱家伟、杨若琳，你们虽然在其他的教派已经接受洗礼，但为要在长老教会设立会籍，并加入建成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如今你们自己在上帝与众人的面前誓约，再次宣认你们的信仰。我靠着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们成为建成教会的陪参会员，有份于在建成一切的权利以及当尽的义务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带着家伟、若琳来到建成，与我们一同享受团契中的喜乐，也一同在服事中经历主的恩典与供应。愿主你继续坚固他们手所做的工，
也愿你保守看顾他们的孩子、家庭。愿主的恩惠如同盾牌，四面护卫着他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、感谢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请小会员出来接纳。我们有另外准备一份小礼物送给嘉伟跟若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接续，我们来修圣餐一下，台语、华语吼，无输有时顶袂过来。好，这是来修圣餐，咱做伙来吟圣诗219首，坐礼吟就好。圣诗219首，主你身躯替我受伤拍破，咱来吟全首。会参者三个要来守主的圣餐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。”请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话迄面有摕饼祝谢，白伊讲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这个杯就是圣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事，着今日
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国来。即时咱要三八分享圣餐进前，咱学主的模样，大声来祈祷，感谢上帝。请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附伫你的身躯甲保惠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袂通用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。通荣耀主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”请服侍长老。我们手上每一小块的圣餐面包，都是耶稣的爱。他牺牲自己，为了要接纳我们。这个圣餐象征着他与我们同在。无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，他都与你同在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着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。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
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国内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即时来祈祷。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精外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煞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为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为荣光主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即时咱搁来吟圣诗219首，咱来吟第3节就好。咱来吟第3节。直接来奉献，请属下的同工。也请长老来收杯。
起来。等一下有。请坐。这条来报告，请咱看周报内页。教会消息，第一项，本主日是圣诞节赞美礼拜，由圣歌队甲乐团代表以及牧师来点导基督的蜡烛，就是世界的光。上赞以马内利的恩典带来全人类生命的更新。为着欢庆圣诞，教会特别要送每一个人一盒的圣诞歌。今年的圣诞歌是较无共款的，毋是你逐年往年所看到的圣诞歌吼。今年真特别。愿耶稣基督世界光为咱光照。温暖，予所有仰望伊慈爱的人。这点就大声要来发圣诞歌，请东江。我们圣诞歌就是一人一盒，好，我们就坐着，有同工会来发，那大家要把它收好，好好的把这个礼物收好。袂使即马就随开起来，因为无共款吼。今年特别为着大家准备吼，互大家有一个较新的圣诞节吼。往年拢一地尔吼，今年有6地哦。已经有同工试吃过了，听说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即马袂使套哦。待一会儿在4楼、5楼的主日学小朋友也都会有哈，所以如果你是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不用急着替你的孩子、孙子拿，他们都会有老师发给他们，好，一人一盒。好，有没有人没有拿到？哦，彩影前面正梅长老，彩影，我好像也没拿到魏长老也没拿到，我们前面有3份，听说很好吃，牧师也还没吃过，还没试吃，同甘共苦嘛，好吃的我也要吃。无紧，好，来东江说了就好吼。来，
我来继续来报告吼。教会消息第2项，本主日是咱举行赞美礼拜中间，咱犹原有举行圣礼典来甲主同齐祷。咱恭喜朱家伟兄弟甲杨雅玲姊妹完成，因是夫妇啦吼，完成信仰告别，受接纳做本堂的陪参会员，咱恭喜因。第3，礼拜后总务部同工特别进行咱舞台的大set吼，下晡7点要开始进行彩排，请表演的单位爱注意吼，家己彩排的时间，伫群组内底有公布吼，请咱配合迄个时间来彩排，莫互这个特殊乱去吼。第4，本主日下晡2点半开始圣诞的舞会，暗时5点半咱圣诞的暗宴，甲摸彩的活动，伫马来亚餐厅，咱去过啊吼。若是新的人毋知，无要紧，旧的会友通带你去。地址这个所在也有列出来吼，请有报名的吼准时提前入座，佮配合咱的座位的安排。第5，下主日就是12月31日，伫台语礼拜中间举行2024年团契会长的上任，请各团契会长、辅导来留意这个事。第6。2024年的爱餐任献，一个单位是3000块，已经任献的人，请你将这个金额交予干事，通伫2024年来入校。第7， 2024年第1季1月到3月，新安宫读经手册已经放伫招待桌顶遐，请咱家己来索取，佮按照进度逐日来灵修。团契消息，第一项尔吼，正月19。拜5上午10点，少年团契聚会，主理是要请二级牧师。下面奉献的免设立伫这所在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是有订达来用过节来见证。牧师没有吼，好，来，咱最后所落尾来吟上吟圣诗510首，圣诗510首，俄罗天顶主宰，吟诗后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平安，天父上帝无限的荣光甲疼痛，圣神的安慰甲快乐甲领三甲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闭会。
好，我们今天因为下午紧接着有活动，待会要架设舞台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爱餐呢是比较简单的爱餐。好，因为晚上要吃大餐嘛，好，所以中午呢就简单吃，方便各个团契去做预备。那也请负责舞台搭设的同工，麻烦我们可以尽快进行，或者你们可以先吃饱了有力气，好再来搭设舞台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圣诞快乐！我